为了要提振大家的头脑空闲，所以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。各位应该有听过龟兔赛。有。那请问龟兔赛有谁赢？乌龟赢，对，没错。那兔子会不会服气？不服气，没有错。所以呢，等到这个兔子的兔崽子出生了以后，这个乌龟的龟儿子出生了以后，他们要解决上一代的恩怨。所以呢，这个兔崽子就找龟儿子说：“以前我老爸出一些意外，所以呢，我要再挑战你，要不要接受？如果你是龟儿子的话，要不要接受？不接受不行啊，那我要接受啊。可是呢，这个兔子呢，它有提一个条件，这个跑道里面呢，你不能你不能跑到外面去，就是在这个跑道上面跑而已，不能跑到外面去。各位知道吗？为什么兔子会输？对。因为它会偷懒去睡觉，对不对？基因是很强大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不努力的去改变我们的基因的话，兔崽子还是兔崽子，他还是想要睡觉，所以他想说他能够睡觉，所以他才定了个规矩，你不能离开这个跑道。兔子真的是遗传他的基因，所以呢，他跑一跑想要睡觉，所以呢，他就站着跑到因为你要遵守这个规矩，你要跑过去，你要从他身上跑过去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如果你是龟儿子，你怎么办？你不能绕啊！你爬上去的话，他就知道啊。乌龟又跳过去了，这个可能是有点，因为它的腿太长了，它还除了撑杆跳，各位想一想，或许现在不跟你讲，或许要跟各位只是分享一个概念，有些事情是怎么说？我们进读经班，各位，除非读经班是有读经班的做这一种，在或许呢，我们三个思想底下不能一样去做。各位，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子？好像很专制。一个观念，这是企业合理。你到 7， 你就知道这里面的7大概这个地方在哪边，大概就知道了。你不会不晓得这一家知道到哪边了，另外一家也不晓得到哪边了，因为它是一个企业的概念。我们进读经班也有企业的概念。既然是挂出推读经班，你就是做法就要一样。为什么？跟各位分享一个概念。今天，如果你的这个读经班的家长认为说，读经班好好哦，然后呢，你有个朋友是在高雄，你会介绍到高雄的读经班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去到高雄的读经班，发现到说，我跟你讲的为什么？因为两班做法不一样。那你这个家长会对这个家长讲说，不是这个样子，那你只能是自圆其说。对我们中国读经班做法不一样，不准不一样，你可以提出异议，开会讨论。所以我们说17、8班，真的20班，真到了40班。之前那个真的是讲那个，不是在北上国小那里面，那个当时也是挂在中国的名下，因为是所以做的40个读经班，包括他们现在的读经班都做了多一样，所以它是一个企业概念。还有，我想讲这个概念，读经班的重要是在哪边？它不是一个读经班而已，它是一个通路。了解吗？你把它当成是一个通路。什么通路？你给它的通路，它会替换，它会进，又有新生在进，又进，它是一个通路。我们用通路的方式来做经营它，所以我们要所有的 logo 都要一样，所有读经班都一样。所以我们读经班一定是所有读经班都叫做初规读经班。然后呢，如果是在安顺国小，初规读经班、安顺分班，所以我们 logo 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做法一样，包括所有读经班老师，你的带读方式、你的流程都一样。所以我们把它当成通路，啊，用王才贵教授的理念来带我们读经班，成功的几率是非常高的。我也讲过，要顾他们
在我们来讲太简单，因为我们是有办法。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？我们就来跟各位分享，各位先调一下对。我们呢，家长一定要全面对。有些读经班虽然是号称亲子读经班，可是家长上家长课程，小朋友上小朋友课程，这个都不是真正亲子读经班。为什么让家长来陪读？因为家长才知道进度到哪里，他才能够去督促孩子去读经，回家要复习。我们有试过了，如果孩子每天读10遍，第10天他就可以把它背下来。如果孩子是第10遍背下来的话，要继续读，要读，因为你要让他读到100遍，他就能够熟记，很难忘记。或许我曾经试过自己，或许在读学的时候背下来，大概背了100多遍，因为老人家要背几遍，发现到小孩子真的读的次数少就可以背下来，大人不行。然后呢，会考过了以后，对不对？或者会考试，老师说应该是可以这样子情况也是。然后我开始回来，因为考过了，不是或者在测试，我大概多久会忘记。然后呢，等到隔年标会考的时候，或许在前2个月再拿出来再读，1个礼拜读1遍，你就可以把它读回来。你可以读回来。现在呢，因为今年没有参加会考，因为或许我会读书没有时间会考，所以就没有记下来。只要提个题，提个当然没办法从头可以把它读下来，但是第一个还是可以背。所以如果孩子你要读到100遍，他要忘记很困难。你要上他会考，选举会考是一段是将近5000个字，就没有问题。那家长就很高兴，对，让家长陪读，而且在家的时候，我们要求家长是要跟孩子。我们讲过一句话嘛，你不要说小明去读经，我们家长会讲这样，小明去读经。这个意思是读经是你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所以我们都是跟家长讲，你要说小明来读经，所以陪读不只是说课堂上陪读而已，我们希望他在家要陪读，或者小孩子不会那么。第二个，我们有家长班，家长班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刚才乌语，公的乌语，我们把它转成母的乌语，让它乌语子很紧，让我们吃素，这是一个。我们就是希望家长来参加我们的家长班，来转变他对道场的概念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是从教育开始做，我们会从读经教育、家庭教育、赏识教育这些一起讲下来，到后来我们再讲到一些像校我们有2堂课。之所以我们会在这讲师在他的内突破当时的成绩，是因为我们又做了2个动作，一个是原始点，一个是生命术。这2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利器，小多人不会来做分享。原始点没有做分享，原始点是后来就分享2堂课是为什么我们这堂课讲下去，也让大家他们后来参加外面是开始来求道的一个课程，一个不同观念。然后呢，家长班的老师在后学任内是有规定，要当中心的讲师群，一定要在读经班里面服务，否则你只会讲道场，读经班的问题你就没办法替他们解决。所以如果你是道场讲师，又来参加读经班，那是最好，因为你读经教育你熟，道场理念也熟，你在讲课的时候可以将道场理念放到课程里面，让他去吸收，让他慢慢消化。或许有个理论叫糖水理论，为什么或许会讲到这个？因为小时候我很喜欢吃饼，可是没有钱，可是家里面一定有糖，对不对？所以认为呢，看起来现在可能按自己的店，自己的店，然后就可以当个饮料来喝。可是你糖太多一定不好喝，太甜，对不对？所以适当的道理放在里面，家长是很容易吸收的。所以这个1个月的家长班的课程就很重要。那什么课程呢？刚才有讲过，除了这些，我们有跟亲子一起上课的时候，我们用会，我们之前讲说，我们都是跟家长讲，可是我们没有跟小朋友讲，对，我们没有解释，可是我们利用
半年一次的机会跟他们讲什么。我们的会员是有8个主要议题，就是小弟、中性、领域、名词，用这个8个核心素养来融入我们的会员里面，来跟孩子讲这8个题目，这是主要的。我们在家长班里面，那这样子可以讲4，因为练才只能讲2个。那其他我们都是老师都尽量请去应对。各位，你们会不会对说为什么不解释这个有什么疑问？有没有人？我们当时沟通都要讲概念，为什么不解释？还是对读经百变新世界有特别的一个感觉，说是考科里，或许分享一个为什么不做解释，只是在家长班里面讲过一次而已。我们有个1岁多的小朋友来读经。在我们课堂上之前，我们会读百孝经。或者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读百孝经？我们读百孝经不是带读的哦，只是大家自动读，爸爸妈妈认识只读，小孩子不认识是跟着听这样子而已。然后这个孩子到了2岁3个月，大概就半年时间，他忽然会背百孝经哦。百孝经总共有几个字？84乘以7，大概在600字。阿妈就问他说：“轩轩，你怎么会背百孝经？你知道他怎么回答？各位有没有读过百孝经？没有，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：阿妈，他的千变万变常常变。他知不知道意思？知道。你看他知道千变万变常常变，就可以将百孝经把它背下来。所以要解释吗？不用解释。对2岁多2岁多孩子。”他竟然可以知道，所以老师读经，大量让他读经，等到他业量够多了，他就能够触类旁通，左右逢源。他要解经就很容易。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解经？因为我们读的经太少。我们不能用别的经典来印证这个经典，用别的经典来印证这个经典。你看这个里面有诗经，他会用诗经，可是我诗经没有。或许今天在我的路上听讲去。他说《诗经》呢是一个男女的情歌，有没有？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不对，它不是情歌，它是外交辞令，它是个隐喻而已，你知道吗？蒋勋也不知道啊，研究的人才知道，原来《诗经》是一个外交辞令，可是写的多优美。你不觉得它是一个外交辞令吗？我跟国之间。我跟我之间，如果你不讲诗经，是会人家笑的。以前是这个样子，可是他写的很优美，我就把它当成情歌来唱。所以不用去解释它，解释是错的。然后我们有定期举办教育讲座，我们每一年一定会办，而且这个办是有目的的。各位，我们都是办在哪边？我们在社区，社区的家长根本没办法接触到我们的道场，可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接触道场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办开会之前1个月到2个月之间，一定会办一次教育讲座。教育讲座一定在道场里面办，然后他们就要到我这边，而且各位，我们办这个是要收费。其中应该是听他课，您开几天，我们要让他观念，使用者就是要付费。你使用者就要付费，当你的付费或者是不够的，没有关系，其他的。然后我们跟他讲说，我们其实是借这个场地，其实那个场地是我们自己的，我们借这个场地，你看这边有那么多的义工来帮我们服务，人家问啊，你还没来家，你这边免钱对吧？这边挤呀，那就当口误，所以我们要办这个讲座，我们请外面的讲师，我们曾经也请过郑校长、蔡教授、蔡教授，我们请过那个。神跳是去教育的一个那个饶梦霞，我们还请那个不倒的舞舞那个运动的萧敬，我们要请这些名人来我们这边讲课，目的就是要吸引他来到我们这边来看看这个道场，让他有印象。因为我们在外面没有道场，
没有在到场办补习班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让他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平等的演讲方式来请他过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讲座是一定要办。当然在讲座之前，就是志工的意思，我们跟志工讲说，我们的目的开始要推动我们的一些活动，我们要讲他一些注意事项，然后志工本身就是要不断的精进。各位如果参加过志工演习，一般志工演习不是有基础训吗？基础训完了，还有一个训练叫什么？叫特殊训。特殊训完了，还有呢专业训，你要不断的做这个一个专业的领域的一个练习，否则我们的理念还是要偏掉。还有另外，我们的开智慧都是联合开智慧，在我们读经班，原则上我们不会单独去读。以后啊，这个家长很好，就跟他讲，来读的那我们不会这样子。在中信还没有发起进攻的时候，我们都不会动，我们就是纯读经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这么谨慎？举个例子，对不对？我们是那个道场里面，我们协助他们办的第13次开智慧，那时候好像是100多人，在天正大院办，100多人，很成功的一次。但是这个家长就是不要，他来这边发现到说，你这100个人，他不上因为转化的问题，一个起到夹键，起到夹键之后，我转系统，然后当下我们跟他讲，我们来这边协助你是要当紧急应变小组，如果家长有问题，你要来找他们来找我，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我有经验。可是呢，各位，我们道场先前观念是，遇到问题要先找谁？会找谁？找谁？这里面有读经的理念，没办法解决，我们要去解决看你们听，没来过，我白天啊，然后回去呢，同时到学校那边去，这个地方就很难。我们为什么在社区要这么小心？因为只要一个人投诉，这个地方就不一样。你知道班主任哭啊，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是申请的很好，可是因为投诉说这个地方有宗教的意图在里面，他就学校就不借，不借的就一定要删掉，所以要小心的原因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前景，他刚来没多久，去看到这个家长好好哦，想要护他，我就跟他讲，你怎么知道他好？他是表面上让你看的啊，因为大家都会对他的孩子好，他当然对我们好。你怎么知道他能够接受你的讲义？如果他不接受，他投诉，你这个班就完蛋。那你只是因为一个人的因素，然后造成整个读经班不能经营，你这样子是不对的。所以在我们读经班里面是会排时间要什么时候办，那个时候讲师一定会到各读要去讲课，然后才开始动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因为我们是光明的，不是私底下，他们是可以去讨论没有关系。他们一定会讨论，因为那个谁啊，陈讲师在讲的那第一个说我要大你做的那一个，他就是讲说，你讲迄时阵吼，我家长也变你讨论议论纷纷的，我才知道哦，暗潮汹涌，危机四伏。哎，我那时候都不知道。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小心的话，这个读经班真的会很大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例子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开智慧就是联合，不会是个别办？因为原因是，不是你来读多年，偷偷的多一点。我们为什么能够办了200-300人？为什么可以办4场？因为有些家长我有呢，没关系，我们前一天还有办，就是我们要出去玩，礼拜六出去啦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这个陈老师会跟他讲说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有其他家长也想好了，但是没办法，要求我们在家办1场。有没有人要求？没有人要求。我在讲这句话的人是不是压力很大？如果那一天刚好是只有他们那一家的话，压力有多样子？真的是
感觉压力很大。不过呢，还是很多，还是很多。我们讲过，我们那个场地100人就爆，看那个顶，我们那个顶气在那时候是没有冷气，那是6月天没有冷气，多热啊！电风扇要关掉，因为我要连续跟电风扇要关掉呢，因为本来是开的，结果掉棉花，关，那从此以后才有冷气，展现生机就会有，人家就会放冷气，所以我们是用这种方式，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带领家长来接受，所以我们是开那个联合球道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那个气很强，他们回去会。然后收他的福袋，他回去全部都带上手机。他没有开智慧回去看，你考这就可以。另外呢，我们会结业是会联合。我们本来是半年开始，可是我只开第一次就压力，我这个小跳，然后呢，后来当时开始我们第一次，6月的时候让各班去举办，因为我们的读经班结业也是在6月也是12月，不管你什么时候开。不是说我3月开读经班打球的才是个结业，我们是半年为期，6月结束，9月结束，为了就是一个结束，因为把这些事全部弄到一个固定的时间，才能够统计到成绩。我们根据到成绩，我们跟台南市的教育局申请合作，这样子才有慢一点，我要被来抢答。但是教育局的奖状，喜欢协会颁。所以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做。那当然，少写一个就是我们会根据读经班的家长来举办率先进修班，就是按学生的访会，用这样的方式。那我们访会开了以后，我们没有所谓的夏令营，因为夏令营要跟访会结合办，而且小朋友来参加，条件一定要有家人参加，他绑住。你要参加所谓的鲜活班也好，是赛经班啊，访会也好，你小朋友来参加夏令营，你大人就需要参加这样子的话，我才能够保证大人都传承到他们身上去。那我们问一下，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？我们注意力有个放对位置，我们焦点放在哪？因为刚才讲，我们办读经班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想要渡人，其实泡水不会渡人，你看啊，你试试，告我经济技能，自己真的去渡人，可是或者是用这种团队的方式去做，因为有些人可以当直播，有些人可以去讲课，这样子也很去渡。读经班里面，如果有人求到，以保是就是这个班的人，我们用这种方式，然后班主任是放最后，那执行是放最后，像或许都没有带读经班，是班主任，所以几乎很少能够做到那个引导师。但是呢，如果因为签到当志工的很少，在我们的单位很少，所以那个读经班如果只有一个签到，也很好的给他们研讨，因为一定要签到跟签到才能当导师嘛，那你当老师或者才能当导师，那是没有关系，因为他是团队的战。然后呢，我们终于找到了，就不要忙，不要照顾，不要担忧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着急？因为我们个人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有个人的压力？或许接触很多道场读经班，包括从本，包括自己，包括从本，包括大学跟中医有去跟他分享过这种课程过，他们压力都很大，因为现在就是要渡人，那现在你又很不好渡，所以就会着急，所以不能着急，一定要像读经班。你自然的一定可以读到。读经班经营不好，你都不用讲，你讲要读都是多余的，因为你读到，因为它不会市场过。我们要参加开智慧及成长，也不是我们最终目标，各位，
成长的技术法会，我们对外生成是基础成长，然后再分成经典效应跟这个专业研究法，它不是我们最终目标，各位，它只是我们的过程而已。各位，我们通常会把我们的目标当成是要渡人，没有错，我们要渡人，但是它不是目标，它是我们的过程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把一个读书班把优质化了以后，渡人就一定会让你渡到你，所以你不能把读书班的目的就是要渡人，要让你来开讨论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要以读经班为主，所以来读经的人多少都没关系，当然我一个人我还是要继续把它坚持下去，不用用。他也不是要为凑热闹，为了社团而社团。哪个人拿到提高来举办，但是自己对读经的理念都不清楚，然后热忱也不够，也不能这样子。那只要我们自己得到真诚度，我们读经班不会变成3个变化。刚才陈讲师有讲过，那这个是教育讲座的变化，编辑没有什么跟我们看一下。发现了真正住的心灵的存在，计划性的笔记上时光，渴望也会中人群迷茫，看走的是世人的解量，虽然做着的事不是解脱的生活，就算看得不是很会做。就是要在巨人拥抱左右，你曾经许下3个承诺，你的希望世界比人间大，你给人希望不怕人微笑，第3个希望实现大梦的理想，其实有种日色。每天都有感到炙热的收藏，每一次风雨让你更加茁壮，每滴泪都为爱的力量点亮光。其实真心会让你相逢，不再去坚持自己让路途难走，当付出更多是更快乐，幸福也会更重甜蜜感受。你曾经许下3个愿望，你的希望世界比人间大。你给人希望不怕人微笑，第3个希望实现大梦的理想，其实不同只3个愿望，每天都有感到炙热的收藏，每一次风雨让你更加茁壮，每滴泪都为爱的力量。看着风儿的脚步不再彷徨，一步步走在往幸福的路上，在有足够的时间自己发光，让愿望穿过世界美丽的地方。其实不同只3个愿望，每天都有感到炙热的收藏，每一次风雨让你更加茁壮，每滴泪都为爱的力量点亮光。我们都有许下许多的愿望，所以开始读经班的经历里面有这个。
们都在讲教育，我们在任何时刻都在讲教育，可是我们就定了一堂课叫做从磁场讲教育。什么叫磁场？奥想知道好不好？用教育的方式把它带进，所以把它带到课堂里面上这样的课程，然后呢把它再渐进到求道。所以求道要靠众人力量，靠大家的团队的力量来做的话，就很容易达到。所以或许才会想说，不人不是人不办读经班的最终目的，它只是个过程，而且它一定会过程一定会经过的。那如果经过的话，你还怕遇不到人吗？不会，它变成是一个新的议题。这个刚才讲过了，你看我们的读经班有多小？我们在室外，并没有场地，这个活动中心就是只有一个地方，小朋友要读经，那大人呢就拉到外面。这个表示说什么？讲师你没办法看到，有按摩日光画过，所以在我们读经班讲师大家压力很大，包括我们要来讲好的课程，这些读经班的讲师，我们都要求你不能看稿，而且不能在台上讲，你要跟这些讲师跟一些家长很亲近，能刷一看，可是这样子讲起课来是最准的，根本不会被考。小的都有，然后呢晚上都有。如果下午呢，那是没办法，只能延期或者怎么样。但是好在本来都没有要求。那真讲是早上那一堂课程，上一堂课程它是在一个回廊面前，所以我们是看他的地点，看要在哪里讲。所以家长班一定要讲，不能不讲的，因为你不讲的话，你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要对他们。所以，应该来讲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再来，我们是讲那个故事。要讲讲之前，各位会想说，这乌龟到最后是乌龟赢还是兔子？各位想说谁会赢？认为兔子赢的请举手。啊，认为乌龟赢的请举手。那你认为为什么乌龟可以赢？一定有你们的道理。一直道理，可是它爬过去的话，兔子起来就跳得比它还要快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这里面哦，讲一个角度三步嘛，所以兔子是狡猾的，那个乌龟的话是熟悉的，所以它可能就从它身上爬过去。第一次爬过去的时候，兔子就有反应啊，所以它就会用跑爬起来，跑到前面去爬。但第二次啊，很有惰性嘛，一样。第二次的话，乌龟还是这样爬，而踏过去的话，兔子的话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不用这么高起来，晚一点再爬。然后等到第三次的时候，那个兔子就说啊，我第二次也太好起来了，第三次的话再慢一点起来，结果情况。好，谢谢。那个兔崽子的鸡，它老爸鸡太小，要睡了3次吗？我们在读经班办任何事情，或许就是不一定在读经班，包括我们到场都会了解过，你一定要用智慧来解决。最后还是乌龟赢，它是有方法。目标在那边，乌龟在它爬过这个兔子身上，它绝对知道我爬过去，它醒来会冲过去。他没有办法试着想说，他可能睡龟之后第3次，所以呢，他就到兔子的旁边的时候往后转，一脚一踢。乌龟是往这边，对不对？兔子往哪边走？他跑得很高兴，可是他跑错方向，对不对？乌龟呢爬得很辛苦，但是他会爬到终点。所以各位，任何困难都有解决的方法，可以克服我们先天的缺陷，包括我们先天的不足。如果我们用团队的话，我们先天不足都没有关系。任何人不完美，才是
是一个重点。如果每个人都完美的，就没有存在的价值。我完美，你也完美，我的一个不完，无法创造价值。可是我的不完美，你有你的不完美，你有我没有的，我有你没有的，结合起来，就是把你记忆前就一定会成功。这是个故事，只是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完美，其实可以靠我们智慧去把它克服。所以兔子再厉害，听说还有第三集，我第三集还没有想完。那现在呢，来分享我们读经班的做法。我们通常读经班是80分钟，为什么会80分钟？其实我们刚开始读经的时间是7点50到9点10分，这样子的一个80分钟。那为什么是7点50？因为7点半太早，家长不能到，与其让他们迟到，倒不如我们慢一点。所以我们去慢一点，然后慢一点下课，所以我们就定了这样的一个时间。可是后来呢，发现到学校就不让我们那么晚下课，所以我们就调整，从40分开始，7点40开始。那我们以这个时间来讲的话，我们第一堂课带的是35分钟，是主课带的第一堂课带的。可是我们发现家长是不迟到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在正式开课之前，我们就是读百教经，大家一起读。读经的原因是什么？第一，让他们收拾他们的心性；第二，迟到了，别人听到读经声，他就会比较快的过，因为他迟到了。所以用这种方式来约束他。否则我们想，家长都还没到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所以可能从7点半等到7点40，变成常态。我们就浪费10分钟了，所以我们不浪费时间到就开始。用这种方式，让他觉得说，哦，我已经迟到了。所以第一，我们一定是准时开始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有一个流程，即使在读百教经之前，我们都会提早到。提早到，我们去做验收，验收上个礼拜你读经的效果怎么样？那我们会给他盖章，这个章是以后我们要颁发奖品奖状的途径。那我们盖章的方式很简单，每个班都会一样，而且我们要求一样，不要求一样，你的章跟那边的章的来源就困难度就有所不同。我们只要你教练都不会盖一个章。如果你验收有2种方式，你看清楚给老师听，给你的，就没有章的。不是，你读给老师听，我还是给你一个章，但是你背的我再多一个章，你用背的会多一个章，这样子，所以最多就会有3个章，因为你读的跟你背的会验收。然后我们会刚开始的时候会跟孔子正向行30公里，然后呢会诵读礼运大礼，礼运大读完，我们老师指导老师读完就读经小组，然后再开始复习上周进度，然后复习上周进度怎么复习？这个有老师自己去安排，但是大概读1次，然后就带我这边去完成，去读的头。各位有看过？带读这些的方式有1、2、3、1。什么叫1、1、2、3、1？